當我攞出呢個工具之後，你會發覺呢啲發展商全部報大數啊！我一測就測到出嚟啦。現樓全部現樓嘅，最平5000蚊起，足夠平。67平方做緊特價，41到45萬。因為呢個屋苑佢銷售時間咧係2016年開盤嘅，咁早期咧有好多買家咧喺高位入手嘅，所以話到你買入再賣出嘅時候咧，你就要面臨同呢班苦主咧要劈價先可以賣得出去。今日應琴日加嘅後台一個客戶嘅要求啊，如果覺得觀山水個價錢咧仲有水分嘅話，不妨嚟睇下呢個三鄉嘅項目，全部現樓嘅個價錢，亦都不過係5000蚊起，佢嘅精裝亦都不過係7500蚊。同觀山水個水平一樣，咁佢有冇佢嘅優勢呢？亦都有，足夠平，67平方做緊特價，41到45萬就可以成交，即買即辦證。咁你會問啦，咁呢個屋苑有冇劣勢啦？當然有啦。由於呢個屋苑啊係位於坦洲同三鄉嘅交界，成個屋苑係位於坦洲快線高架隔離嘅啫，而且呢個屋苑咧喺2016年就開售嘅。咁2016年係一個咩年份咧？大家都知道，亦即係話有相當一部分嘅業主咧係喺比較高位嘅時候咧買入嘅，所以話到你買入再賣出嘅時候咧，你就要面臨同呢班苦主咧要劈價先可以賣得出去，呢啲就係佢最大嘅劣勢。咁而家剩餘個貨量咧，除咗8座啊，呢個樓王嘅位置咧，仲有5座，5座咧佢嘅可選嘅樓層會比較多，而且咧亦都有比較優惠嘅價錢。呢度係 Mark 住上樓市觀察頻道，我係你個觀察員阿 Mark 啊。如果大家有計劃喺過完農曆年上嚟珠海中山呢邊睇樓嘅話咧，不妨可以諮詢下阿 Mark，可以幫你理性分析，直白咁樣去指出各種樓盤嘅優勢劣勢。挨年近晚啦，祝各位睇到呢條視頻嘅觀眾啦，新年身體健康，龍馬精神。事不宜遲，我哋上去示範單位睇一睇點樣嘅先。OK， 我哋上到嚟5座呢邊嘅示範單位樓層啦。咁佢一層咧有5伙嘅，而面積段咧從67平方呢兩戶到89平方、88平方同埋124平方嘅戶型都有嘅。咁我哋而家睇67平方2房2廳2衛雙套間嘅咁樣嘅戶型，又係點樣嘅先？我哋先睇左邊呢個戶型先嚇。點解呢？因為兩套房係一模一樣嘅，只不過係朝向唔同嘅。我哋先睇下呢邊。嗱，入戶門之後咧，呢個空間之後你就睇到餐客廳係一體嘅。然後呢邊廚房嘅空間咧，亦都比較逼狹嘅，但係亦都擺到一個單開門嘅冰箱嚇，一個單星盤嘅位置。而呢邊咧係可以通燃氣嘅，但係佢呢個位置咧，佢冇預開一個槽做一個咁嘅燃氣灶。咁啊，後期呢啲裝修方案亦都開發商啊或者話自己DIY 啊嘛。咁呢個廚房嘅窗咧就對住呢個通風井嘅位置，採光就會稍微差少少。咁我哋行到呢個客廳嘅位置，咦？睇佢嘅寫住客廳開間有3.5米，扮嘢嘅啫。我實測過一次嘅。咁我哋而家即刻紅外線一直咁樣測，睇到未？3.14米咋？講大話。嚟到呢個陽台個位置啦，同客廳同寬嘅。咁從陽台望出去咧，呢邊咧係個山景嚟嘅。咁西南邊噶嘛，採光會稍為好啲。嗱，出邊咧全部都係啲村落。好，再入翻嚟睇下兩間房係點樣先。嗰兩間房個空間差唔到幾多㗎咋，可以講係呢邊你就當佢係主臥啦咁樣。入到嚟之後咧，間房嗱，然後有一個獨立嘅衛生間嘅，有明窗嘅。咁我再測測呢間房嘅開間又有幾多嘅先？2.65米嘅。好，再睇下另外一間房。一門咧就望到呢個衛生間嘅門。而呢個衛生間嘅門咧，個窗口咧又係對住通風井同廚房一樣嘅，採光會差啲。嗱，呢間房咧，亦都有窗係望住西南面嘅嘛，採光亦都 OK 嘅，亦都擺到個衣帽間啊咁樣，係嘛？空間亦都闊綽嘅。
但係我哋入嚟之後，你就會覺得，誒點解呢個格局咁怪嘅？雙套間係咪有啲似出租屋啊？嗱，呢啲亦都有好處，就係佢好多時候咧將兩間房做得比較大，咁中間呢度係一個衛生間咁樣嘅。咁呢種設計亦都有佢好，亦都有佢唔好嘅地方。咁好就好在佢兩間房都有獨立嘅衛生間，互不打擾啦。然後呢個餐客廳嘅空間，亦都可以講過得去噶嘛，係嘛？咁我哋再睇埋另外一套喎。另外一套咧，個陽台朝向咧就望向東北位嘅，嗰邊就望西南面嘅。咁入嚟之後咧，左手邊就係廚房啦。咁冇睇佢開住燈喎。咁佢嘅窗口亦都係望住呢個通風井嘅，採光係會差少少。客廳亦都一樣㗎，並冇3.5米啊，3.15米嘅啫。再行出去陽台睇睇，呢度咧就可以望到小區嘅內園景啊，亦都係前面嘅水池啊呢啲位置啊。但係亦都望到呢個坦洲快線嘅高架。老實講，你話有冇噪音影響咧？有，但係唔大啊。佢冇前面呢邊擋住咗之後咧，咁佢嘅影響咧就會比較細，因為5座咧係位於成個屋苑嘅內側嘅，所以佢受噪音嘅影響會相對比較少。咁而家5座67平方呢個面積段咧係做緊特價嘅，10樓以下41到45萬呢個區間無批就可以攞低啦。而且呢個屋苑已經係現樓嘅狀態，即買即辦證。